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初5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只要对小三通入来，或者是去过中国香港、澳门的民众，拢爱伫厝内检疫14天。政府也对全中国发布红色旅游警示。第二批包机的名单等来该台湾先暂停，也因为中国无照台湾的要求，保护着世界军先大升就飞机。 有一位民众爱伫厝内隔离检疫，却拍拍照互听到，防疫单位也甲伊打发啦。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在今日宣布上新的防疫措施，对明仔载开始，除了小三通，今也增加有去过中国、香港、澳门入境民众，拢爱伫厝内做居家检疫14天，而且先来拒绝中国人来台湾。另外，也针对着全中国发布红色的旅游警示，请民众千万唔通去。 武汉肺炎疫情确诊病例数全球继续升悬，到测试为止，总病例数已经超过2万例。考虑中国疫情严重，而且两岸往来真密切，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为7日开始，全中国列入2级以上疫情流行地区。住伫中国各省市的中国人全面暂缓入境。台湾民众若是有中港澳旅游史，爱列入居家检疫对象。全中国大陆现在宣布为红色的 旅游警示，就是请大家不要前往。港澳我们是宣布为黄色的这个旅游警示。 指挥中心表示，所谓居家检疫甲居家隔离的差别是对象无同。居家隔离是要甲确诊病例密切接触，会有一支定位手机啊；居家检疫是有中港澳旅游史甲小三通旅客，拢必须伫厝内底有独立房间挂喙罨。卫生单位或者是里长会逐工敲电话健康关怀，而且2礼拜内拢袂当外出拍拍照。另外，第一批为武汉登来台湾的人，除了3人有症状，而且后送符合隔离病房以外，集中隔离检疫的244人当中，有2个人出现呼吸道症状，已经送医，其他健康情形真好。 觉得他有一点咳嗽了，就是这样子。那有点咳嗽，那我们安全起见就把他送去，这样。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他有点发冷，那我们也把他送去。 指挥中心强调，居家隔离甲居家检疫应该自律，若是违反相关规定，比如写假资料或者是失联，会以传染病防治法、社会秩序维护法，甚至宪法等相关规定依法办理。记者综合报道。 中国的武汉肺炎是互愈来愈多城市进行宣布要封城，留伫中国的台湾人也愈来愈多。本地初5要有第2批台湾人回来，煞雄化暂停。中共讲是台湾甲因拒绝。陆委会也强调讲，是因为第1批登台湾人的名单，毋是台湾这边要爱的，是因为中国无照台湾的要求，甲老人、囡仔以及着慢性病患者，互因先登来。海基会也强调讲，第2批登台湾的登记条件是以短期工作、老人、囡仔、护龄人以及着慢性病患者，爱互因先登来。 为着要管控武汉肺炎的疫情，中国上早是实施武汉封城，附近市区嘛对咧做，不过感染人数也是变多。南京、福州、哈尔滨、宁波等等的城市嘛宣布实施封闭式的管理。凌晨才宣布封城了，已经半封城了。就是每一个像我们到农村去，每一个大队、每一个社区，他们会组织来拦路来控管。 中国真侪城市封城，伫咧当地台湾人无法度转来。中国各地办发言人马晓光早起表示，目前台湾人伫咧中国确诊3例，怀疑病例2例，都已经安排去医生看疫情通报方面。到2月初10为止，向台湾通报疫情36届，台湾向中国通报15届，强调讲甲台湾的沟通是无问题。欧巴社各大办事发出消息讲，已经伫安排后手转来台湾的班机，初5要去送第2批转来。不过陆委会强调讲，初5、初62天拢无加班机的部分。 防疫第一为目标，清明2天不会再有加班机返台。因为第1批登来台湾的专机247个人出现一个确诊的病例，而且坐飞轮机的名单，中国到上下尾时阵才提供，嘛无照台湾要求来放行。第2批登来台湾的名单，要先照防疫条件。我们优先的名单不理想，防疫还是第一优先防疫的工作没有做好，就很难有下一步。希望以短期出差、有特殊疾病、需长期用药，以及年长以及年幼的儿童等抵抗力较弱的为优先。海基会已经整理好曾经求助的名单，
将作为政府沟通下一批返台名单的重点，大约有将近200位的民众。陆委会嘛提出3个原则，包括要甲中国协调，要安怎强化防疫检疫的作业，优先的旅客名单必须要甲台湾参详，佮加上隔离的场所容量有限，佮要隔离14天，必须要准备好才会使，所以呼吁中国应该双方互相配合。记者综合报道。一台大型的邮轮宣召公主号，目前确定有10个人去感染到武汉肺炎，也因为这台邮轮伫正月31捌停伫基隆港，这10位感染者也可能落船去旅游。东港的景点是有去到基隆夜市、故宫、台北101甲高分等等。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也表示讲，当时旅客落船是无过样，会继续甲准公司核对名单进行追查。豪华邮轮宣召公主号标出10名为着武汉肺炎的确诊病例，而且捌伫1月31日停靠归人港。船顶这10名确诊病例疑似也伫落船，恐惊爆发防疫问题。下船的时候，这些人是没有问题的。那我们也会进一步来询问，好，这些船公司是不是他们有办法掌握这些下船的人的名单？现在因为这群人现在还在日本，好，我们会跟他对，他是不是有感染者？这架宣召公主号1月20日对日本海滨出发，2日停靠龙里岛，2日停靠香港时，一个80多岁香港男性有3个症状落船看医生，无过登去船顶。不过，伊在3日出现发烧症状，确诊为着武汉肺炎。只有港船旅客是按照行程继续去越南，31日停靠归人港。根据移民署入境资料显示，总共有2694人入境，可能包括10名确诊病例。迄天去过景点包括归人夜市啊、故宫、101大楼，也有高分这所在。我们会做2个动作嘛，一个就是做发烧筛检嘛，第二个会要求他们填写健康声明卡，然后同时在下船的时候要缴交给我们，就是给机关署，机关署会看看健康声明卡它里面的内容没有问题的话，他才会放他下来。10名确诊病例北台湾拍走，所到的所在拢可能真侪传染源。贵阳市政府下晡派人到贵人港这所在进行消毒检疫。新北市长侯友宜也讲，高分这所在会加强防疫消毒。那既然有到我们9份旅游，我们会了解下来了多少乘客，走了哪些路线，进了哪些餐饮店或是哪一些店。我希望在还没有下船之前，我们就能够掌握疫情的通报。就测试停靠贵阳港的世界网号，停无到5点钟，下晡4点外就开登去香港。贵阳港务公司讲，为着防堵疫情，最近邮轮停靠标准拢真严格。今年4月底，一共有预报了21艘要到我们高雄港来的前14天，有靠过中港澳，不能让你靠博马。就算就公主号，虽然这阵已经知影10人确诊，也佫无排除要其他人围着。而邮轮顶面的游客一半以上是日本人，也佫香港有470人，美国425人，加拿大215人，英国40人，俄罗斯25人，台湾22人等。记者综合报道。这台宣召公主号邮轮因为捌载过有武汉肺炎的香港游客，也造成船顶已经有10位旅客去染到肺炎。日本也正做中国以外上济病例国家，也因为在今年7月要举办东京奥运，日本的奥委会也真烦恼。今年有16港的宣召公主号邮轮，顶个月25号停靠香港的时阵，一名80多岁香港游客落船了后，检出感染武汉肺炎。邮轮这个月3号登去到约克哈马外海，医疗人员上船检验，目前已经验出部分发烧，也是接触过落船患者的乘客感染到肺炎，分别是中国、日本、澳洲、美国加菲律賓人。31名分のウイルス検査の結果が判明し、10名の方から陽性反応が出たところであります。船顶包括20名台湾游客，所有的乘客甲船员会踮伫家己的房间进行14天的隔离。确定感染肺炎的病人，卖分送新内川4间病院去治疗。这嘛，互日本的国内患者雄雄增加到超过30人，加做中国以外上济病人的国家。因为疫情拓开，互日本当局禁止14天以来去过中国的游客入境，已经严重影响到各地经济、旅游、观光业。估计未来1礼拜佫会减少来往中国的5班航班，互日本东京奥运委員會真煩惱，會影響到東京奧運。感染症の拡大は
機運の盛り上がりに水を差す恐れがあり、大変心配であります。できるだけ早く収束に向かうことを願っております。We have full confidence that the relevant authorities, in particular in Japan, China, and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ill take all the necessary measures to address the situation. 因为全球公主号邮轮过去16天捌停伫香港、越南、台湾，各部分乘客捌伫沖縄落船。日本政府嘛要求沖縄地方政府追踪落船游客行踪。另外，日本第4班特调航班会伫6号前往中国，甲想要返去日本的日本人接到返去。预估到时阵会有200多人左右坐飞轮机返去日本。记者陈世彤报道。对明仔载开始，就要施行用健保卡登记去健保药局买喙暗的制度。药房也烦恼讲，民众会客甲甜一甜，已经开始规划卡路安怎行。也因为这个政策真紧急，用健保卡的系统到当时也未上线，喙暗也未送到位。药师工会也烦恼讲会停打。疫情指挥中心有表示讲，系统已经测试过，应该无问题。他只能领1个礼拜，对，1天1个就7个。徛命买喙暗，还阁1天才开始，毋过早起就已经有民众去健保特约的药局来问，有的小药局佮家己做号码牌，嘛伫门口规划临时的柜台，按算讲专家出动来应付第一天买喙暗的人。健保卡哈，慢慢收到那个刷卡机刷卡完以后，按照号码牌一个一个慢慢花。每一个人会当买2个，大人甲囡仔1天250个喙暗，上济爱面对125个民众来排队。药局无希望讲场面乱七八糟，毋过有的药局烦恼讲第一天开始健保卡过卡会有问题。但是我遇到一些卡片损毁啦，晶片已经被污染或氧化了，那如果这样没办法过卡的话，那这个case 是否可以很正常的完成这个流程？目前还没有真的很顺利的完成。比如说健保署的网页，我们可能还没有办法进去实际使用。那第二个就是口罩还没有收到。毛药局烦恼讲，若是全国做伙作业，系统未控制，疫情指挥中心经过测试，认为讲应该无问题。6200多家药局同时会爆量哈，这我同仁都有注意到这个等于说是压力测试都是在做哈，到目前为止他们认为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哈。指挥中心表示，登记器系统过卡敢若需要3秒钟。初5下晡嘛去药局第一线来模拟实际操作。初6东港会有新系统，互民众来查各药局的喙暗数量，外籍人士嘛会当用居留证来领。毋过政策紧急开始，药师工会呼吁民众不一定爱抽伫头一天的透早来买，才袂讲因为雄雄发生的状况来等真久。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就要实行买喙暗爱徛命的制度，中华邮政也就是邮局，也使用3000人，对今仔日开始，直接配送160万地喙暗到台湾各地头的健保邮局。毋过健保邮局也烦恼讲，会无应甲摒弃拒绝送喙暗来。健保署也强调讲，希望健保邮局会当大家做伙拍拼，度过这个歹时期。邮务人员一个清点数量，确认配送所在，所来各家装入袋仔内底，防疫喙暗放伫配送的箱内底，准备出货。喙暗是名在初6实施，中华邮政公司动员3000名人力，要伫初5暗时进前，将喙暗拢送到各健保特约邮局。按照卫福部中央机关这边给我们的一个数量，总共有6515处的特约健保药局，还有52处的偏乡的卫生所。只要健保药局周6日有营业，我们每天都会配送。中华邮政表示，这摆增加真侪人协助来运送，所以讲也可能影响到员工休假，会甲劳动部争取法令上的放松。有药师也讲，初6头一天实施会较乱，不过会努力来完成。因为我们本来药局的事务就比较多，那所以以我们药局来讲，明天大概是从下午2点半到下午4点半这样子的时间，好帮大家服务。而健保署也赶紧修改全国电脑资料库系统，并且在下晡进行最终的压力测试。不过，今日也团是有药局反映，无想要增加困扰来维喙暗。我想我们就多沟通哦，并不是靠法子来解决这个问题。不过我相信，就是说，在我们的立场，只要他坚持不愿意的话，我想我们会有一个记录。部长也有指示，今天你不愿意帮忙国家，对不对？那可能你未来你也不要期待国家对你怎么样的一个怎么样一个配合哦。健保署强调，也是希望各健保特约药局能够斗阵协作。
会尽量减少参详。药师工会也发出声明，除非有正当的理由，若是无参加即摆防疫的健保特约药局，会有专联会建请健保署直接甲药局解约。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桃园中立有一个查甫人，正过伫中国武汉回来，就爱踮咧处理隔离，也互政府配一支防疫专用的手机啊，方便追踪伊的行踪。不过，伫昨防疫单位却发现讲手机的信号有问题，警方追查了后，才发现讲伊想要出门，却无通报相关单位，去到南口晚4点钟，今仔日就依照违反传染病防治法加以处罚。对监视器的画面会当看甲真清楚，一个穿蓝色外套、挂喙暗的查甫人，登坐电梯准备要出门。伊是住伫桃园中立，1月才对武汉转来台湾，封列做居家隔离检疫的姓黄的查甫人。拜二，互中央防疫中心发现电子监测的手机啊信号无正常，警方追查了后，发现伊离开厝无通报，去南口拜访朋友将近4点钟。伊违反传染病防治法开罚，嘛是国内头一个防法办的防疫对象。昨日本辖列管1名居家隔离对象，于12时许径自违反隔离规定，离家访友。警方接获通报，立即要求该民众即刻返回隔离住所。同日16时许，该民众已返家隔离。警方表示，防疫手机啊运作的方式是透过通讯软体定位，而且要求要保持顺利通话，配合时信通话。任何违反居家隔离的行为，若是经过查证是真的，拢会开罚。除了桃园、新北市嘛传出有3个对中港澳转来台湾无证头的民众，1月25转来台湾了后，需要自主管理14天刷失联，因为市府摕到的身份证号码甲地址拢找无这寡人，连电话拢是空号。经过警方进一步追查了后，3个人已经全部出境。我们已经追查了2、3天了，那到今天已经非常确实，才知道他有部分在资料还没来已经出境，那有一部分资料到时候在我们追查过程当中他就出境了。因为武汉肺炎的疫情也搁继续在拖，中国已经全部拢变做疫区，为着要提高防疫的层级，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嘛宣布，只要是有去过中港澳的旅客，转来台湾了后，拢要做居家检疫14天。记者综合报道。咱唔惊病毒来创治，上惊假消息甲咱骗。今大家因为武汉肺炎是真惊慌，所有民众伫咧社群软体乱传假消息。最近检警就伫咧查一个假消息的案件，就超过30件，甚至有的人真识得趁机会蹲喙暗，佮乱画假。法务部表示，上当会当判7年以下有期徒刑，也请民众做伙来检举假消息。这30多岁姓李的查甫人，伫咱群组看到武汉肺炎相关新闻了后，结果写甲咱台中确诊超过500，桃园中立昨上清，这无实在损失被检举。警方通知到案说明，伊承认无实在损失是黑白写，警方顺后将人函上。散播这个传染病流行疫情的谣言或不实的信息，然后逐身损害于公众或他人者，他将可罚300万元以下的罚金。根据刑事局统计，为今年1月23到1月74，警察机关侦办武汉肺炎相关网络假信息案件有31件，其中以32件。调查局也启动防疫专案，针对散布不实讯息、无遵守指示传予他人加强查缉。另外，检方也追查到有不少人士趁机会蹲喙暗，将假消压悬。目前正锁定2件涉及不法的案件。法务部表示，若是违法蹲喙暗目的，相当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囤积口罩哄抬价格的法务部已经要求所有的检调他们一定要全力的侦办，要从速从严。蹲喙暗也介绍标准如何定义，法务部回应必须看个案的认定。交由消保处讨论。面对疫情，检警除了追查不法，也投入防疫作战，协助追踪管理居家隔离的列管对象。警政署长陈家钦要求警察千万唔通以顺路车载送，各名带回派出所安置，以落实勤务防疫。有的警察单位配领的比较多，那有的警察局就领的比较少。所以在使用口罩方面，当然是抓襟见肘，同仁会有急需求，缺少的部分呢，中央很快就会来解决跟处理。陈家钦表示，防疫工作目前是全国警察首要任务，不过甲有疫情风险的民众接触时，一定要挂喙暗直勤，落实勤务防疫。记者综合报道。
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观光产业受到武汉肺炎的影响，伫恒春有民宿业者也讲要休馆一冬，观光榜无成价。其他间也讲，最近休店的部分已经退房退到剩一两成尔。如果业也希望讲有大时机的方案，也当实行无成价。另外，国泰航空在今仔日也公布讲，全体员工伫3月初1到6月30之間，会当放3禮拜無成價。因欣赏龙乱潭有10多间房间的恒春民宿成功会馆经营5年，初5煞关门，业者低调休困，连官方网站拢无公告。员工表示，会馆拍算整修1年，员工放无成价，或者是接受租客。目前景气也不好吧，对不对？又加上武汉在流行嘛，那我们是想说，因为我们的5楼屋顶在漏水，经常在漏水，这样你寄来不方便了。我们就想说，先封管整修啦。1年后是不是会阁营业？业者讲会阁评估。不过恒春半岛观光这几年原本就衰退，受疫情冲击，大房只剩1、2成。这一带的话，住房的话，现在当然普遍下降很多，大概就是1到2成。是影响是蛮大的。生意无好，产业界也甲政府讨论应行做法，除了提供纾困方案，同款也希望以无成价应对。像纾困方案已经很明确，然后个人的无薪假也很明确，但问题是细则没有下来呢，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啊。行政院是表示，不止观光旅宿业，交通餐饮业也受影响。应对方案上紧下礼拜定案。为了防疫，未少国际航线也停班。国泰航空初5也公布，27000名员工伫3月初1以及6月30期间放3禮拜无薪假。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新北市有一位目睭看无的人。饲着一只带路犬，也就是导盲犬，想要共洗厝。伫洗厝的网站看到一间4房2厅的社会主体，打电话互包租代管的公司，因说讲厝边感觉狗仔会吵，甲伊拒绝。内政部因件事表示，根据着法规是袂当共拒绝的，会甲业者来协调。当地训练带路狗闪开障碍。惠光带路狗学校专门提供拉布拉多甲黄金拉犬，予符合申请资格的视障者。不过最近有一个配合3年的使用对象，伫咧人面册铺文指出，伊伫咧洗厝的网站看到4房2厅包租代管的社会主体，打电话向负责管理的业者来问，对方说用厝边感觉狗仔真吵，无愿意来租予伊。拒绝的理由的话，有2个，第一个就是狗狗很臭，再来第2个就是狗狗会叫。那这样都有可能，比如说邻居会抗议之类的，但是在导盲犬来讲是不会有这2个问题的。黄金拉犬听到指令，就会乖乖踮伫咧伊的狗仔面前。校校指出，带路狗捡厝头家当作是宠物，完全是误解。因为对细只狗的时阵，地训练伊袂当黑白肥，袂当黑白爬起来碰椅。想要变数的时阵，嘛爱听指令。不过视力障碍的使用者伫咧洗厝的时阵，也是常常去互拒绝。我们的视障者很常就是在最害怕就是房东忽然跟他讲，我的房子要卖了，那他们就要去找下一个租屋的时候，就会经过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房东的话不希望有这样的一些状况的话，他可能就会有一些拒绝的情况发生啦。那这个部分我们来协调一下啦。包租代管是内政部最近这几年真正式伫推出的社会主体政策，分做2种形态。包租保管代表业者做第2个厝头家，代租代管意思是民间公司来做管理厝的角色。不过无论是安怎，主体法第54条规定，任何人拢袂当拒绝身心障碍者饲带路狗。研究署嘛强调讲，因会先甲业者来协调。若是讲抑阁无法度，当事人会当依法向地方政府来提出申诉。记者综合报道。桃园的海岸气候乌骨黏的垃圾油污染啊！环保局透早随去清，当地居民认为讲这是中油走出来的。环保局的海关署也表示讲，中油甲环保局的稽查人员有到现场采样，也早等于化验啊。一大地乌乌定定，唔知啥物物件，好亲像是原油，就安尼黏伫个布花顶悬。再去趁海水退流，加上最近天气寒，油污结归完。桃园市海岸管理工程处赶紧找来委外清洁人员，赶紧清理，才袂污染。一点一点把它敲掉。它这个是要天气冷比较好处理吗？它比较硬，比较好处理。
它那个应该是属于原油。现在天气冷啊，它凝固起来就变成一块一块这样飘到海边这边来。天气热的话，它就溶解，就会跑到石头缝里面，那又更会产生污染。进前，渔民发现大项烟花出现不明油污污染烟花的石头，通报市议员，马上邀集环保局、准头里大项鱼苗班护港协会、甲中油各单位到场会勘，也要求中油爱负起责任。现场中油跟环保局这边都有完成相关的采样，那后续送验，预计一个月之内会把它整个送验的状况会确定出来。针对居民质疑是中油输油问题，环保局海关处表示，中油甲环保局稽查人员伫现场采样炸弹化验，等待化验结果出来，确实证实是中油的问题，也依法处理。中油也检讨运送油品过程中是毋是有啥物所在需要改进。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歌说分明。武汉肺炎伫香港毋但出现头一位死亡病例，确诊病例也增加到21例。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伫下晡也召开记者会，讲香港有可能会出现社区感染。伊也宣布讲，中国去到香港的民众，就要对车牌开始隔离14天。大型邮轮世界望号到香港启德邮轮码头，因为捌载过武汉肺炎确诊的病人。香港港口卫生科人员总被请到金蕉船去船顶进行卫生检疫，收所有旅客健康申报表，嘛来甲因量体温。因为还未得到卫生署许可进前，旅客甲员工拢无法度落船，干来当伫邮轮顶悬甲外口来握手。當中咧90%咧都係香港嘅居民，而其他嗰啲乘客咧就係一啲外籍嘅人士，而裏邊咧係冇內地嘅遊客嘅，而1800幾個乘客咧。其實咧係完全冇從19號至24號喺呢架郵輪上邊曾經同過確診患者接觸過嘅旅客咧一齊嘅。武漢肺炎疫情拖真緊，各國小連續關注中國旅客入境，真話中國嘅香港嘛是每一個人攏真緊張。醫管局員工頂線繼續罷工，強烈要求政府全面封關，佮發聲。若是測試進前無得到香港政府正面的回應，無排除講升級罷工的行動。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初5是宣布講，對中國入嚟香港嘅人，攏愛隔離14天。要我哋回心轉意，其實係好簡單，立即同我哋公開對話，立即回應我哋嘅訴求，實施全面封關。要求從內地入境嘅人士，包括香港居民、內地居民同埋其他旅客，係需要強制接受檢疫14天。我哋希望呢個措施咧係喺2月8日凌晨生效。林鄭月娥嘛指出，到下晡3點為止，香港確診病例已經有21件，若是前一天新增加的3件確診個案，嘛無找到病源，疫情是互人真煩惱。嘛煩惱講可能已經出現隱形的傳播，無排除講會佇咧社區發生大型傳播感染。未來14天是真重要，會繼續來觀察。若是國泰航空嘛，當地研議，敢是要互員工休3禮拜的無薪假。記者綜合報道。泰國有一位阿嬷，去年底去到中國武漢佚佗，回來泰國卻發現講去感到武漢肺炎，測試也已經順利出院啊。伊靠伊家己身軀的免疫系統打敗病毒。武漢肺炎當咧全球危害正人的健康，美國也當咧甲藥廠合作開發抵抗的藥物，以及着快速體檢的試紙。美國總統川普初時佇國會發表針對官員的國情演說，伊用着偉大的美國回歸做主題。川普也講，伊所任內所達成的各種經濟政治成就。不過，美國政治當咧分裂，正是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要甲川普壓手的時陣，川普卻無被解插，甚至川普演說結束了後，佩洛西甲演說內容的影影當場理破，有影是真激烈。美國總統川普初時佇咧眾議院經緯國的大聲叫名，還有全場的拍破聲當中入來國會議場，伊行去咧將台面頂甲演說的影印本摕互參眾兩院領袖的時陣，煞越頭對眾議院議長佩洛西伸出來手，加則無快。川普今年的國情諮文演說的題目是偉大美國回歸，要延續13年前的競選口號，互美國擱一屆偉大，而且承接2020的連任口號，互美國繼續來偉大。The years of economic decay are over. The days of our country being used, taken advantage of, and even scorned by other nations
are long behind us. Under my administration, 7 million Americans have come off food stamps and 10 million people have been lifted off of welfare. 总共1点钟到20分钟的演说，川普对经济部也开始讲伊任来达成的政绩。共和党议员大家拢徛起来拍扑啊，而且佫大声话讲爱川普佫做四动。民主党议员的面色是拢真歹看，而且佫一直伫摇头，若无就是大声话抗议的口号，要甲共和党的人来拼。这个去互川普邀请出席的来宾，嘛看出来有真重的政治意思，包括资深的边界巡防官员、去年人去互非法移民杀害的负责人，啊，佫委内瑞拉反对派的领袖瓜伊多。Please take this message back that all Americans are united with the Venezuelan people in their righteous struggle for freedom. Thank you very much, Mr. President. 川普为这单讲说，徛伫伊后壁佩洛西就随甲各种资本影印本一张一张立掉。佩洛西对议场行出来时阵，叫记者问到这件代志，伊是安尼讲的。Manifesto of mistruths. And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him not shaking your hand? We always extend a hand of friendship. If he rejects it, that's up to him. Were you invited to another State of the Union? Hopefully not. I'm expecting another president 9 months from today. 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总统大选当中的天下第一州爱荷华，因为开票系统刷出问题咯，所以因为大家想要得到选民的支持，拢讲家己是胜利者。The reporting of the results and circumstances surrounding the 2020 Iowa Democratic Party caucuses were unacceptable. As chair of the party, I apologize deeply for this. 原本应该是公告第一场初选结果的大会，却成做就党部主席的道歉记者会。主要原因是这摆应候选人的要求，大大改变计算公式，开票所的报票也透过手机应用程式进行。不过过程却是问题真多。They've had some inconsistencies in their reporting. We've been told by precinct chairs and by the campaigns that there were some issues in the mobile app that the precincts were supposed to be using to report their data. 爱荷华州民主党干部强调，并无限期问题，不过伫将选票登录过程中有错误，才会出现无共情形。所以原本要以行动网络快速得到结果的计划，被迫以过去人工验票，各由开票所以电话报票的传统方式，拖延20多点钟才有初步结果。摕到头名是布塔主席，支持度将近27%。Tonight, an improbable hope became an undeniable reality. By all indications, we are going on to New Hampshire victorious. 第二摆出来的桑德斯摕115.1%，同款是参议员的华伦是18.3%。另外，原本民调领先的前副总统拜登，只以15.6%是第4。当然，这只是规个初选过程的第一站。爱荷华的结果也未出来，参选人早就赶往新罕布夏州，准备迎接初选的第2战。Now it is on to New Hampshire, Nevada, South Carolina, California, and onward to victory. Thank you all very much. 美联社报道指出，民主党这几个月来大动作宣传新科技初选算票方式，都失利，互党部真无民主。未来不只是初选数字会受到质疑，一旦真做固定也之间的问题，互民主党无法度团结，一定对选情有不利的影响。记者综合报道。伫咧纽西兰的南岛，最近落大雨、做大水，甚至发生水崩山，害了200多名旅客交通受到影响。当地政府也随宣布讲进入紧急状态，甲6000名民众撤离，避免灾情是愈来愈严重。厝甲农舍拢泡伫黄色的土水内底，受灾嘛是民众，就连所饲的家畜也伫咧着灾。这是纽西兰南岛上南边的南地大区。过去60点钟，当地已经落了超过1000毫米的大雨，造成真侪条河的水拢涨起来，也是爆发放弃，交通要道爆发土石流，必须南地大区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纽西兰气象局也头一摆发布天气红色警戒。
为了大家性命安全来设想，当局初5早起通知6000名住伫地势较低所在民众，赶紧来撤离家园。当时采取预防性停电措施，避免灾情继续来扩大。 Oh, at about 5 o'clock this morning, everybody got a text about the flooding and all that type of thing. So we've been up probably about just since 5 this morning, just loading sandbags and everything. Just the communities all got together, and yeah, we're just trying to help people get out their houses and secure all their stuff. 大水也切断通往员工圣地美尼福德结湾的唯一道路，有将近200名游客掉伫遐。不过，加在即阵已经坐直升机成功脱离。而在邻近的另外一条爬山步道，是传出有2个人因为土石流甲厝冲歹去而受到轻伤。即阵有估未来几天又来继续落雨，加在雨势应该较细。记者宋合报道。 接下来继续关心到台美的政治消息。未来的副总统赖清德去访问华府，这是台美断交了后头一摆有副总统当选人，甲美国高层做伙出席伫国会山庄所举办的公开活动。 前副总统赖清德访问华府，要参加特别举办的国家祈祷早顿会。此时，伊嘛拜会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瑞旭、梅兰德兹、贾德纳等等的参议员。参议院嘛发布新闻稿，欢迎台湾的副总统当选人来访。瑞旭表示，会全力支持美台双方探讨签署 FTA 的可能性，嘛期待甲新任政府会当合作甲真密。贾德纳是搁一届强调，美国国会会伫咧台陆法等等法律的引导之下，继续替台湾来发声，嘛对 WHO 排除台湾表达关心。另外，赖清德嘛甲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主席格拉斯里来会面，所以来参加宗教自由研讨会议。这是台美断交以来头一届有副总统当选人甲美国高层共同出席伫咧国会山庄举办的公开活动。美国宗教自由大使布朗贝克阁讲，这是真有历史性的时阵，嘛欢迎赖清德来。啊，毋过中国各台办针对赖清德访问美国是提出抗议，搁一届强调讲，毋通伤靠势外国，若无会家己承担无好的结果。中国嘛继续伫咧 WHO 的执委会面顶压迫台湾的国际空间，又帮瓜地马拉发言感谢台湾伫医疗方面的支持。中国说伫咧答辩的时阵，讲台湾是中国的，啊，毋过瓜地马拉嘛发言反击。台湾地区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中国代表团希望通过主席要求有关国家在今后的会议中停止炒作所谓台湾问题。台湾是我国的一个重要的卫生保健伙伴，我们只想，重申这2点。瓜地马拉发言了后，主席随采是结束会议，累计2天会议，包括10月底年巴拉圭甲瓜地马拉拢替台湾来发言。外交部嘛针对中国阻挡台湾加入去 WHO， 而且伫咧发言时阵挑故意插嘴，提出不满甲抗议。总统府嘛强调讲，台湾无应该是健康频道防闹交的一部分。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人事总处在今仔日宣布讲，公布人员会使比照劳工请防疫照顾假，毋过报薪水。民众党总调赖香玲认为讲，应该先调查需求，才来决定薪水问题。时代力量总调邱显智认为讲，政府不应该带头无爱付薪水是无妥当的，呼吁调一下就赶紧开机来讨论。因为武汉肺炎疫情，中小学延后2礼拜开学，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初5也宣布，公职员应比照劳工伫11到24日内请防疫照顾假，有假无薪水，按过无影响考级甲专勤，已经发文予地方政府。一定准假啊，可是不给薪，期待所有的公务同仁大家能够同舟共济，共体时艰，在这个时间点，大家一起投入防疫的工作。苏俊英表示，公务人员原本有7天有薪水家庭照顾假，确实有需要用成乡。上巴拢表示遵照中央规定，宜兰县府也依照规定，按过乡镇市用自治选择是毋是要付薪水。五个乡镇先表示，要互公所适用劳基法的员工有薪水照顾假。防疫假以后一定要扣薪，那我一定会照办。如果权利下放给乡长的话，我当然不扣啦。那回家也是要吃饭啊，难道不要吃饭吗？新政务补充，乡公所差不多20外位符合资格雇员，确实申请到发薪水，只是公家单位内底所有2种标准。民众党议员总调赖香玲虽然肯定政府有改做法，不过建议先调查需求才决定，也要提案制定特别条例，延长家庭照顾假，佮提供生活照顾津贴。它基于紧急性跟临时性，所以我觉得做调查是一个必须的工作。
多做一步，而不是只有一个这个公文通令下去，就等于是没有一个任何的配套就解决这个争议哦。时力党团总调柯显智表示，无法薪水做法无甲来讨动，而且政府有带头作用，后续向家企业会对着办理，条约应该赶紧讨论才行，讨论是不是有立法的必要。今日有几间企业发出赴防疫照顾假全新，宣告总是主张所有防疫照顾假应该爱有薪水，公告人员甲一般上班族应该是爱同款。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继续来关心喙癌的问题，台大病院也开始管制喙癌，医护人员一日敢若上济2地尔。有私立的医疗院所表示，逐日拢爱用1500地喙癌，根本挡无到10天。总统蔡英文在今日阁呼吁民众爱甲喙癌留予需要的人。武汉肺炎疫情一直拖，即阵拢买无喙癌，就连医护人员拢讲喙癌无够用。过来上大间的病院，台大病院即阵也开始管制喙癌分级配发。除了第一线临床医护人员一天发2个喙癌以外，其他员工前个一天发1个来使用。第一线的话，因为他如果每次进出隔离病房，他必须要换一次啊，那个目前是还可以，可是这个情况会变化的啦，可能持续多久，我们目前也不清楚。那公立病院喙癌无够用，基层医疗院所也讲，喙癌的库存量已经无多。以康宁病院为例，即阵喙癌库存量只有14000个，但是以每天300到500名员工使用，一天使用大约1500个喙癌来计算，根本挡无10天。台湾目前没有社区感染，一般的人戴口罩，你可以戴布的，甚至没有关系。那你自己有感冒或者咳嗽，当然最好是用医疗用口罩。从明天开始呢，我们口罩实名贩售就会上路。我们要让口罩可以留给最前线的防疫跟医护人员，那么可以留给需要的人来使用。过来，喙癌贸易商也坦白讲，过年前每个月会对中国大陆进口上百万个喙癌，供应过来50多间医疗院所。不过受到武汉肺炎影响，电话工厂喙癌拢被停用去。工厂表示已经断货，无多加订，所以台湾贸易商只将库存留予病院使用。医师呼吁中央应该重视医护人员的喙癌需求，也提醒民众喙癌正确使用方式，只有看病、陪人看病到呼吸道症状的，才需要戴喙癌，健康的人无需要戴喙癌。记者综合报道。农委会农试所协助婚林卖寮种麦仔包，有人讲是美国蚵仔菜业者发电讲延长冰的技术会当到28天。伫初5透早，婚林的麦仔包正式销对沙乌地阿拉伯去，互因知影讲台湾农业的厉害。工作人员无用精力，服务有装箱拄只采雪蚵仔菜，搁送入去冷链库内底，互伊伫上短时间内底降到一定的温度，达到延长保鲜效果。这款冷链技术会当保存蚵仔菜28天长，互业者旧年相信出口蚵仔菜到沙地阿拉伯，希望开发新的市场。我们在储运的过程，甚至可以卖到更远的国家。那在去年的时候有开始试行，就有发现说这个。就是去到那边状况也都卖得还不错，所以今年就有在接到这个订单。卖寮蚵仔菜业者表示，目前一家农民客作蚵仔菜面积大约是330公顷，一档会当生产1万多吨的蚵仔菜。不过过去大部分是销去日本、搁有韩国，今麦透过农委会农试所技术辅导，延长蚵仔菜保存的时间，初5正式销去沙地阿拉伯。冷链技术的成熟，所以我们台湾的美生菜的品质非常好，所以有机会到中东市场以后，未来会持续。那这一次是20吨的这样的一个量。那如果首航成功之后，那我想沙特阿拉伯以及其他中东市场的消费者喜欢的话，那未来就会变成是我们固定的外销的一个重要的市场。农委会表示，冷链技术会当让青菜损害降到上低，让本地脆弱蚵仔菜维持品质，而且销去更较远的国家，未来嘛可能尝试销去美加，搁有欧洲，开发新的市场，帮卖寮在地农民增加收入。记者综合报道。伫台中雾峰的万丰里举办万菜头活动，互社区的居民会当出来活动交流。真侪家长也带囡仔来遮体验，现场阁有社区妈妈做示范菜头粿，互民众伫新的一年有一个好菜头。一片青景景的田边啊，有真侪人排队伫遐等。原来大家是要来办菜头，大人囡仔伫田里兴趣起要找大条搁水的菜头，通好转去夹菜。不错啊，蛮热闹的。请阮遮吼，阮遮的志工啊，甲阮遮乡亲共同吼来体验着吼农村啊，带囡仔来佚佗办菜头的趣味。
李柳林丽珍表示，台中部丰万丰里是农村型的社区，这块菜头是农民趁稻仔收耕的时阵种的，等甲会当收成的时，就会当互社区的居民利用板菜头来活动交流。除了板菜头以外，社区的妈妈嘛伫现场教做菜头粿，邀请民众做伙对精米煮菜头丝一步一步来。在煮的过程当中，还阁一直拉菜头粿才会拿来拿去。虽然程序是真复杂，煞是传统的好滋味。磨迄个米浆，这菜头炒好的时候就下去煮一煮，就要泡那个米浆。蒸的时候还要再稍微搅拌一下，那个萝卜糕才会 Q。因为食菜头代表要讨一个好菜头，而且佫是用家己对田林挽起来的菜头，佫较有意义。希望家家户户拢会当伫新的一年有一个好彩头。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咱来看别报。台湾伫有证的台湾福户是要长证的保育类。研究团队经过1年的调查，伫花莲找到稳定的族群，大约有200多只。专家也希望讲，透过生态地改善，互因的族群会当生活到安全的数量。大大蕊的目睭，小可尖尖的喙，颔骨的所在有金黄色，也是白色底毛。伊是台湾原生特有种的蜜蜂内底少数食果子的族群。这族群是拢斗阵住伫树林内底。研究团队经过1年调查，伫鼓山岛、绿岛，也有花莲市区发现伊的行踪。乐观草菇数量已经有将近200只。捕猎或是栖地的破坏，而造成那时候的族群量相当的少到真的是可能不到100只。初估大概目前比以前现象好一点是顶多乐观一点，也大概100-200只左右了。因为受到不当的拍拉，这是在破坏台湾灰河蜜蜂的数量急速减少。不过最近一摆调查，研究团队意外发现，已经对18公里外的森林搬到花莲市区来找食。若是测试地环境会慢慢改善，无得有机会用豆豆恢复到族群用的永续生存的数量。能繁殖达到我们刚讲的1-2千只的永续族群量，所以栖地就很重要。绿岛、龟山岛跟花莲市区跟周边的山区，这些栖地我们能保存，甚至把它优化，增加它可以栖息的地方，它可以觅食的植物的话，那我相信它们可以慢慢恢复到一定我们刚讲那个族群量，可是时间可能要拉长一点。台湾灰河蜜蜂伫台湾的3个测试地，大部分是食植物林，被列做濒临绝种的保育类。蜜蜂专家陈世基指出，伊是重要经济甲回分的传播者，有森林的拓展甲维持的功能。未来希望透过更加多研究证据，改善甲优化测试地，早日互伊脱离濒临危险灭绝的名单，也能创造生态双赢环境。记者综合报道。2024年是台南建城400年，台南市政府特别甲成功大学对去年开始就进行相关的研究，希望会当甲台南历史的点点滴滴拢找到回来。一块一块完整的石头，甚至阁有冲刷过的痕影。台南石门国校当中的考古点，就是依序乐兰座层海岸线的基准点。去年成功大学考古团队开始伫湾大湾市镇开挖3处的地点，透过史料的比对、特度的测量、考古的发现，按照目前挖出来的成果，除了找到海岸线，嘛确认乐兰座层的遗址是真完整。这对画出400年前的城市纹理以及空间的分布有真大的助益。说明我们整个安平旧的热兰遮市镇，或者是旧的大园市镇啊，下面的所有的地层都还在。我们有可能透过考古发掘、文献比对以及其他科学的研究，把这个资料全部处理出来。我们几乎可以告诉世界上的人，台南在17世纪是世界最重要的城市。1624年，荷兰人来台建造乐兰座城，400年来各族群伫这个土地共生共荣。而为了纪念2024年台南建城400周年，去年6月，台南市政府甲成功大学是合作，开始启动乐兰座城的研究计划。第一个，在保存古迹完整面的前提下，能够再做更多的探勘，能够让更多的这个古迹的样貌
能够呈现在我们这一代以及下一代的子孙的面前。但是在这个过程，因为在学校，所以也会跟学校进行一些所谓的教育推广的工作。那么我们也办理了种子教师的这样子的一个课程，把这些考古的知识，还有整个所谓的如何用科学的方式来连接过去的一个历史。 台南建成400周年的纪念活动是一直在展开。台南市府是表示，目前是完成各项的调查研究，包括赤坎楼施工再现计划，以及乌山头嘉南大圳再造历史计划。除了要讲400年来台南的历史进程，嘛，互台南以及台湾去互世界看到。记者王振훈台南报道。 公司台记台青春咱的梦，在今日暗时10点，要带大家来看伫台湾一寡表演现代戏剧的人有虾米款的故事，有虾米款的艰苦，甲有虾米款的愿望咧，咱做伙来看。戏剧是演员将故事情景以对话、歌唱等等的方式所表演的艺术。伫淡水的青少年表演艺术联盟，因透过戏剧来陪伴17、18岁的囡仔，伫教育体制以外的环境，引导因探索家己的才华。 透过剧场表演、戏剧表演，学习甲别人有合作，安尼你才会当完成你家己的工课。啊，咱为人甲人斗阵，互相做工课，会当学习的物件会比咱伫咧读书、伫咧课本内底学习到的搁较侪。戏剧互即阵少年家得到无同款的人生经验，伫咧家己推销台语戏剧的阮剧团，即几冬来招募驻地团员安排训练，思考安怎互民众更较了解台湾在地文化。你要学晓功夫，就是讲要安怎，只一个人拢无，你有法度化甲人规个拢往外过来，对你有兴趣，对你有了解，就是你要为这个所在练功夫，而且是定期的，你2礼拜都要一道，其实对因来讲，迄个压力吧挑战真正是。 现代戏剧融合音乐、舞蹈等等的元素，展现多元的面貌。伫台南的鸡西町舞蹈剧场，以民族舞蹈做基础，结合历史和生活文化，创作出有台湾底地的作品。阮就是讲，其实毋是要为着阮家己咧创作，阮咧创作内底是真想要介绍大家2种物件，就是第一种就是台湾文学，啊，另外第2种物件就是台湾的历史甲台湾的文化。 伫剧场拍拼的遮个人，除了追求家己的理想，伊嘛坚持将艺术人文的精神，也佮有台湾文化传承落去。记者综合报道。最近的天气侪变化，来看气象预报，恁就会知影。北部地区对13度到25度。 中部地区对14度到27度，南部地区对15度到28度，东部地区对15度到25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11度到21度。 新闻的最后，也带您来到山乌地阿拉伯看因卡达车环岛比赛。也感谢您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